各位粉絲寶寶好嚇，我係傑哥。我咧今朝咪好早過大去咗香港咧，去灣仔法院聽下鹹白嘅案件啊嘛。我而家翻到嚟澳門嘅屋企，我就簡略咁講下啦。今日件事，今日咧就10點鹹圈我開庭啦嚇，我都朝早去開咗一陣直播嘅，都有一班粉絲寶寶入嚟嘅嚇。蒲鋒鋒啊、3000啊、花生啊、柱哥啊嗰啲都有落香港噶嚇。而你哋最中意嘅八姐咧就仲喺廣州啦嚇，佢就冇落嚟，不過佢都知道啲案件嘅詳情啦嚇。今日我哋去到庭嗰度啦嚇，陳廣慈法官咧就將由頭講到尾啦，講話鹹白24年同河馬登記結婚嚇，然後就講到去25年嗰時河馬要離家出走翻大陸啦嚇，然後搭 lift 嗰時咧，俾鹹白攞啲截刀啊咁樣喺後面劈咗3下，然後兩個都雙倒地。而河馬咧就話鹹白劈得佢好重，其實係唔重㗎。陳官都講咗啦，係佢誇大嚟講，其實唔重㗎，就2-3 cm 嚇。而今日88都冇出庭啦。因為身體原因，琴日法院咧4點55分收到2封信，一封係醫管局嘅嚇，就話88因為病情唔出得庭，一個就關於個人資料唔方便泄露。我哋個個都喺度諗，其實個人資料就應該係佢嘅病歷，可能佢得咗啲好嚴重嘅病啦嚇，可能官都驚佢瓜老襯喺入邊啦，所以就唔再拖啦，即刻要判佢啦係。因為都涉及咗啲公眾利益㗎，佢都唔想再浪費啲人力物力，係浪費啲納稅人嘅錢，寧願早啲放翻佢出嚟，都好過佢瓜咗入邊啦，係咪啊？我哋難聽啲講。然後咧，陳官就話休庭11點半再開翻庭啦，再宣判翻點樣判鹹圈。好啦，到11點半，我哋一班好熱情嘅 KOI 粉絲寶寶都上咗去法院啦，就話因為咧鹹圈都知錯噶啦，都已經係話向公眾道歉噶啦嚇，同我哋講對唔住，所以咧就量刑係3腳啦。因為可伯咧又有求情啦，亦都有因為病啦，所以身體唔好，仲減咗1/3嘅刑，所以就判咗佢2個月。判咗佢2個月嘅定義係咩咧？我唔知各位粉絲寶寶仲記唔記得鹹圈係幾時判刑噶啦？唔係幾時還押噶啦？係5月20還押，即係今日7月21日係已經，今日7月21日係已經到2個月多1日啦，所以而家可伯係隨時出得庭嚇。大家覺得判可伯，覺得判可伯重唔重咧？重覺得判佢唔夠輕嘅就喺評論區度同我講下，同埋今日法官都有講到啦。本身鹹白呢單嘢係好普通嘅一個案件，但因為2個被告太高調啦，仲要上東張西望嚇，引來城中熱話，所以咪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咯嚇。你哋覺得鹹白判得輕唔輕呢？覺得佢判輕咗，喺評論區度同我講；覺得佢判重咗，都可以喺評論區度同我講下。我而家就開直播嚇，視頻號開直播，同你哋講一講案件嘅詳情啦嚇。